你知道吗？你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可能是在滋养健康，或者是在喂养癌症。全球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一生中会面临癌症的威胁，这是一个惊人的统计数据。那么重要的问题是，你应该吃什么才能保护身体免受癌症侵害，而不必依赖昂贵的治疗？答案就从你的日常饮食开始。癌细胞依赖糖分生长，特别是葡萄糖，这意味着给癌症患者吃饼乾或巧克力等甜食，看似出于好意，但实际上可能会喂养那些有害细胞，帮助疾病扩散。明智的做法是减少摄取精致碳水化合物，例如白面包、烘焙食品和含糖食物。信不信由你，有些日常食材实际上可以增强你的免疫系统，减缓癌细胞发展，甚至协助身体自然康复。但如果不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你可能会错过保护自己健康和守护家人的关键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支影片中，我们要揭露10种经科学证实具有抗癌潜力的超级食物。有些可能已经在你的厨房里，但关键在于你如何食用它们，这才是真正的差异所在。请特别注意我们介绍的最后一种食物，它含有一个关键秘密，可以强化你身体对抗癌症的能力，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可能是改变生命的时刻。想知道是什么吗？在我揭晓答案之前，请在下方留言分享你来自哪里以及你的年龄。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正在选择随着年龄增长保护自己的健康。不要离开，因为接下来会有一个简单但强大的小诀窍。现在让我们开始吧。第一种，姜黄。姜黄长期以来在传统医学中备受珍视，而现代科学现在也证实了它在预防癌症方面的强大作用，这要归功于它的明星成分姜黄素。这种明亮的金黄色化合物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和抗发炎剂，有助于在体内创造一个不利于癌症生长的环境。姜黄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之一是它能够破坏肿瘤赖以获取营养的血管生成。通过有效切断这种血液供应，姜黄素可以限制肿瘤生长、扩散或存活的能力，几乎就像建立一道保护屏障，减缓或阻止癌症的进展。但姜黄的好处不止于姜黄素。这种香料还含有一系列酚类化合物和类黄酮，这些天然抗氧化剂就像盾牌一样保护你的健康细胞，使它们免受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在引发癌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种保护作用降低了突变和细胞变化的机会，而这些变化最终可能导致肿瘤。将姜黄纳入你的日常饮食既简单又安全。你可以每天在你最喜欢的食谱中添加1到3茶匙，将它撒在咖喱中，混入冰沙里，加入温热的茶或汤中，甚至添加到烤蔬菜或米饭料理中。为了确保你能从姜黄中获得最大效益，有一个关键步骤要记住。姜黄素本身的生物利用度很低，意味着身体不容易吸收它。然而，当与含有胡椒碱的黑胡椒搭配时，吸收率可以提高多达2000%。只需要1小撮黑胡椒就足以释放姜黄素的完整治愈潜力。每天在你的餐点中添加姜黄和黑胡椒是一种简单但强大的饮食策略，有助于降低症风险并促进更好的长期细胞健康。第二种，藜麦。藜麦种子是一种营养瑰宝，常被称为超级食物，它们在对抗癌症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优势。与许多其他植物性谷物不同，藜麦是一种完全蛋白质，这意味着它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用于细胞修复、免疫防组织再生等重要功能。这些都是预防和康复癌症的关键过程。这些氨基酸支持健康功能细胞的生成和维护，
降低受损或异常细胞不受控制的增殖的风险。藜麦在抗癌饮食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其高抗氧化剂含量，包括胡皮素和山奈酚等化合物。研究显示，这些植物性抗氧化剂可以减少发炎、中和自由基，并在实验室环境中抑制癌细胞的生长。通过减少氧化压力，藜麦帮助你的身体保持对抗导致癌症发展的诱因的抵抗力。藜麦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好处是其低升糖指数，这意味着它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进而减少胰岛素飙升。这个因素与发炎和慢性疾病风险密切相关，包括某些类型的癌症。与会导致血糖快速波动的精致碳水化合物不同，藜麦提供稳定持久的能量，同时减少体内的发炎标记。为了正确准备藜麦并确保最佳营养吸收，在烹饪前彻底冲洗很重要，这样可以去除皂素，这是一种天然存在的苦味涂层，可能会干扰消化和营养吸收。每天食用半杯到1杯煮熟的藜麦是理想的健康分量。它的多功能性使其易于纳入你的日常饮食。将它拌入沙拉中，搅入蔬菜碗里，作为温热的粥品享用，或作为蛋白质旁的营养配菜。将藜麦加入你的常规饮食，不仅是迈向更好营养的一步，这是一种保护细胞、支持在生病随住时间建立对抗癌症抵抗力的策略性方法。第三种，大蒜。大蒜可能是大多数厨房中常见的食材，但不要被它的简单所欺骗。它具有强大的特性，使其成为对抗癌症的严肃天然武器。大蒜力量的核心是一种叫做蒜素的化合物，当蒜瓣被压碎、切碎或咀嚼时会释放出来。蒜素作为一种强效抗氧化剂和抗发炎剂，通过减少氧化损伤和缓解全身性发炎，帮助破坏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这些过程至关重要，因为长期发炎和氧化压力为癌症的繁殖创造了理想环境。除了蒜素，大蒜还含有几种支持免疫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6、硒和锰。这些营养素帮助你的身体检测和摧毁异常细胞，增强免疫反应，并提供全面保护，抵御可能导致细胞变化的日常毒素和环境威胁。研究显示，每天食用1到2瓣新鲜大蒜可以显著降低各种癌症的风险，特别是影响为结肠和食道的癌症。要充分利用大蒜的抗癌潜力，有一个关键的准备技巧，您永远不应该跳过。总是先压碎或切碎大蒜，然后让它静置10到15分钟，再烹饪或食用。这个短暂的等待时间让蒜素充分发展，大幅提升其有效性和效力。大蒜在厨房中用途极广，你可以在沙拉酱中生用，混入蘸酱和抹酱中，添加到汤和炖菜中，或与蔬菜或全谷物一起烤。对于能够承受其强烈风味的人来说，用少许橄榄油或蜂蜜生吃大蒜可能特别有益。将大蒜纳入你的日常饮食，即使是少量，也可以提供长期的保护作用，使其成为最容易获得且最有效的天然癌症预防工具之一。第四种，燕麦。燕麦是一种不起眼但营养丰富的全谷物，在降低癌症风险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尤其是结肠癌，这是全球最常见的癌症类型之一。燕麦最强大的健康优势之一在于其高膳食纤维含量，特别是一种叫做达普聚糖的可溶性纤维。这种独特的纤维不仅改善消化，还通过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直接支持免疫系统。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清洁结肠，这对于降低结肠癌风险至关重要，因为毒素在消化道中积累会增加细胞突变和肿瘤形成的机会。燕麦还富含一组独特的抗氧化剂，称为燕麦生物碱。
这些化合物特别有效于减少发炎和阻止自由基对细胞造成的损害。自由基是导致癌症的主要因素之一。燕麦的另一个好处是它的低升糖指数，这意味着它不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突然飙升。稳定的血糖水平对于预防癌症很重要，因为慢性高胰岛素水平与某些癌症类型的风险增加有关，包括乳癌和胰脏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燕麦的健康益处，每天食用半杯到1杯煮熟的燕麦是理想的。你可以将燕麦作为温热的早餐粥享用，加入酸奶中，或将其混入冰沙和烘焙食品中。为了增强风味和额外的营养，可以在燕麦上加入浆果、坚果、种子或一点肉桂。这些添加物不仅让你的餐点更美味，还能提供额外的抗氧化剂和纤维。选择刚切燕麦或传统卷燕麦，而非即食品种，以确保你获得最多的纤维和营养素。加工较少的燕麦保留了更多的天然营养成分，使其成为更健康的选择。将燕麦纳入你的日常饮食是一种简单、负担得起且美味的方式，支持你的消化健康，增强免疫力，并随着时间降低癌症风险。第5种，绿茶。绿茶不仅仅是一种舒缓的饮料，它是世界上研究最深入的抗癌饮品之一，这要归功于其高浓度的强效植物化合物，称为儿茶素。这些化合物中最有效的是表酶石子儿茶素、酶石子酸酯，通常简称为 XGG。伊西可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并减少氧化压力。这两者都是癌症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伊西可不仅可以保护你的细胞免受损伤，还可以直接干扰癌细胞的生长和存活。它通过阻断新血管的形成来做到这一点。肿瘤需要这些血管来获得营养并生长，这个过程称为抗血管生成。通过切断肿瘤的血液供应， X 有助于抑制其扩散和发展。绿茶还含有其他有益的化合物，如多酚，它们支持整体细胞健康并增强免疫功能。经常饮用绿茶与降低多种癌症的风险有关，包括乳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肺癌。为了获得最佳效果，每天饮用2到3杯绿茶是理想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正确冲泡绿茶，以保留其有益的化合物。避免用沸水冲泡绿茶，因为过高的温度会破坏敏感的儿茶素。相反，使用约摄氏75到85度的水，并让茶叶浸泡2到3分钟。为了获得更浓郁的风味和更高的抗氧化剂浓度，你可以选择抹茶，这是一种粉末状的绿茶。你可以饮用整片叶子，而不仅仅是浸泡的水。抹茶提供的EDCD 普通绿茶高出多达137倍。你可以热饮或冷饮绿茶，甚至可以加入柠檬以获得外的维生素，这可以进一步增强抗氧化剂的吸收。将绿茶作为日常习惯是一种简单而愉快的方式，可以保护你的身体免受癌症侵害，同时支持整体健康和长寿。第6种，番茄。番茄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蔬菜之一，它们不仅用途广泛、美味可口，而且在预防癌症方面也非常强大。这要归功于一种叫做茄红素的关键化合物。茄红素是一种类胡萝卜素，负责给番茄鲜艳的红色，它也是自然界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研究表明，茄红素特别有效于降低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的风险。它的作用方式是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并减缓癌细胞的生长。茄红素还支持钠修复机制，并增强免疫系统，使其成为对抗癌症的多方面工具。番茄最引人注目的特性之一是，烹饪实际上会增加茄红素的生物利用度。
与许多在加热时会失去营养的蔬菜不同，番茄在煮熟时会释放更多的茄红素，使你的身体更容易吸收。这就是为什么番茄酱、番茄糊和炖番茄对健康特别有益。当与健康脂肪如橄榄油结合时，茄红素的吸收会进一步增强，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为了充分利用番茄的抗癌特性，将它们纳入你的日常饮食中。你可以在沙拉中享用新鲜番茄，在酱汁和汤中使用煮熟的番茄，或在烤蔬菜和意大利面料理中添加番茄糊。每天食用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或约2汤匙番茄糊，可以为你提供显著的健康益处。如果你想增强茄红素的吸收，在准备番茄料理时一定要加入一点橄榄油。将番茄作为你饮食的常规部分，是一种简单而美味的方式，可以支持你身体对抗癌症的天然防御，同时享受这种多功能水果的丰富风味。第7种，蓝莓。蓝莓可能体积小，但它们在抗癌能力方面却非常强大。这些充满活力的浆果富含花青素，这是一种赋予它们深蓝紫色的强效抗氧化剂。花青素因其能够对抗氧化压力和减少发炎而闻名，这两者都是癌症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蓝莓可以帮助保护你的细胞免受打损伤，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甚至引发癌细胞的细胞凋亡。这是一个自然过程，身体通过这个过程消除有害或异常的细胞。蓝莓还富含维生素、维生素可锰，所有这些都支持免疫功能和整体细胞健康。它们的高纤维含量也有助于消化健康，并可能有助于降低结肠癌的风险。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蓝莓的健康益处，每天食用半杯到1杯新鲜或冷冻蓝莓是理想的。好消息是，冷冻蓝莓保留了其大部分营养价值，使其成为全年的便利选择。你可以将蓝莓添加到冰沙中，撒在燕麦或酸奶上，或直接作为零食享用。为了获得额外的抗氧化剂提升，可以将蓝莓与其他浆果，如草莓、覆盆子或黑莓结合。将蓝莓纳入你的日常饮食是一种美味而简单的方式，可以为你的身体提供对抗癌症和支持长期健康所需的工具。第8种，扁豆。扁豆是小型、多功能的豆类，不仅美味，而且对你的健康非常有益，特别是在保护消化系统和降低癌症风险方面。它们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高膳食纤维含量，在支持肠道健康、促进规律排便和帮助消除体内毒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降低结肠癌的风险特别重要。结肠癌是全球最常见且日益普遍的癌症形式之一。扁豆中的可溶性和不溶性纤维有助于清洁你的消化道，创造一个不利于有害化合物发展且更支持健康肠道菌群的环境。这使扁豆成为维持长期结肠健康的宝贵食物。扁豆还以其降低胆固醇水平的能力而闻名，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时改善整体心脏健康。这种保护心脏的效果是营养专家经常推荐扁豆的另一个原因。此外，扁豆具有低升糖指数，这意味着它们缓慢释放能量，有助于保持血糖水平稳定。这个特性对于预防胰岛素飙升和管理糖尿病特别有益，而糖尿病与乳癌和胰脏癌等癌症的更高风险密切相关。对于想要优化健康的人来说，专家建议每天食用约1杯煮熟的扁豆。好消息是，扁豆非常容易加入你的饮食中。你可以将它们加入汤炖菜、咖喱或谷物碗中，或拌入沙拉中，作为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的添加物。它们也价格实惠，容易获得且快速烹饪，使其成为日常餐点的食用和营养选择。如果你还没有让扁豆成为你厨房的主食，现在是开始的最佳时机。
它们不仅富含抗癌营养素，而且美味，令人满足，并支持整体健康。小小的食物可以带来大大的改变。第9种，黄帝豆，也常被称为奶油豆。黄帝豆是光滑扁平的豆类，呈淡绿色或奶白色，经常在各种舒适的料理中享用，如沙拉、汤和丰盛的炖菜。虽然它们可能不是你盘子里最引人注目的食材，但它们蕴含令人印象深刻的营养能量，使其对于任何专注于维持长期健康的人都非常有益。它们最大的优势之一是高纤维含量，通过促进规律排便和鼓励从体内清除毒素，在支持健康消化系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除了纤维，黄帝豆还富含植物性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对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很重要，有助于防止能量崩溃，并有助于整体代谢稳定。它们对于管理第2型糖尿病或是图预防胰岛素阻抗的人特别有价值。胰岛素阻抗是一种可能增加癌症风险的状况。黄帝豆还有助于减少慢性发炎，这是许多长期疾病背后的隐藏因素，包括癌症、心脏病和自体免疫疾病。黄帝豆中一种特别有价值的营养素是铁。事实上，每100克煮熟的黄帝豆可以提供约 5.2 毫克的铁，这是每日需求量的重要部分，对于有缺铁性贫血风险的人特别重要。保持适当的铁水平对于氧气运输、肌肉功能和全天持续的能量水平至关重要。如果你经常感到疲劳或精力不足，在你的餐点中添加黄帝豆可能会随着时间产生明显的差异。营养专家建议每天食用约1杯煮熟的黄帝豆，以享受其全方位的健康益处。如果你想增强身体吸收铁的能力，可以尝试将黄帝豆与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搭配，如柳橙、奇异果或红甜椒。这种组合有助于增加非血基质铁的吸收，这是植物性来源中发现的铁类型。为了改善消化性并减少可能引起胀气的化合物，最好在烹饪前将黄帝豆浸泡过夜。适当的浸泡和彻底烹饪不仅使它们更容易消化，而且有助于释放营养，使其更具生物利用度。无论是混入蘸酱中、拌入蔬菜碗里，还是搅入汤中，黄帝豆都是预防癌症饮食中方便且营养丰富的添加物。第10种，柠檬。柠檬可能以其清爽的酸味而闻名，但它也是一个营养宝库，具有广泛的益处，特别是对于50岁以上希望改善免疫力和对抗年龄相关疾病的人。这种充满活力的柑橘类水果每颗含有50到70毫克的维生素氢酸，当于你每日推荐摄取量的约 60%。维生素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在增强免疫系统、支持胶原蛋白生成和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由基是导致癌症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好处不止于此，柠檬还提供天然类黄酮、如橙皮苷和柚皮素，这些是具有强大抗发炎和解毒作用的植物化合物。这些类黄酮在促进更碱性的内部环境方面特别有帮助，这可能使癌细胞更难生长和繁殖。虽然柠檬本身尝起来是酸性的，但它们在消化后实际上有助于身体简化，有助于整体平衡和代谢健康。利用柠檬益处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在早晨以1杯温柠檬水开始。这个简单的习惯不仅在一夜睡眠后为你补充水分，而且有助于刺激消化，支持肝脏解毒，并为你的身体准备好全天吸收营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以有助于减少发炎、改善消化健康，甚至通过鼓励定期排出毒素来降癌症风险。你也可以在沙拉、蒸蔬菜或烤鱼上挤新鲜柠檬汁，以获得天然的风味提升，既增加味道又增加营养价值。
柠檬皮经常被忽视，含有更多的类黄酮，可以用于茶或烘焙料理中。如果你还没有让柠檬成为日常习惯，这个简单的改变可以在你的健康和能量水平上产生显著的差异。你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加入柠檬水了吗？还是你有其他喜欢的使用柠檬促进健康的方法？请在下方评论让我们知道。你的小诀窍可能会激励其他人采用这个清爽且有益健康的习惯。感谢您观看今天的影片。正如透过专业医疗知识分享的见解所显示的，天然超级食物可以成为预防癌症等严重疾病的强大盟友。这些指导继续激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做出更好的健康选择。我们真诚地感谢这些宝贵的知识和奉献。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用，请按赞、订阅并与朋友和亲人分享，让我们传播这些重要的资讯，互相支持，建立更健康的生活。你准备好开始在你的餐点中加入这些食物了吗？请评论你的年龄和你来自哪里。我们喜欢听到来自我们精彩社群的声音。我们下次见。